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的主讲林准玉长老伊本身是即个双连教会双连教会的长老，嘛是即个美国波士顿的即个台语进步社的社长咱台语文的真侪即个有关书籍发达好伊讲一寡资料库呢，真侪拢是即个林准玉长老长期以来拍拼咧开发咧推广出来特别是上重要贡献就是咱即套即个台语客语的书籍法非常好用介好用即个听讲中华民国呢，迄个教育部嘛有出一个书籍法，毋过迄无啥人咧用我嘛无爱用，足歹用的啦，设计也足害的，即个上好，而且即个呢会当台语也会使，客语也会使，台语也会使，教育也会使，拢自动会当切换，非常利便，非常利便可能为咱在座来参加的这边有诶已经有伫用袂可能第一摆听到讲有即个书籍法咱等下，咱拄则咱看迄个是迄个台语文的书籍过去咱若咧书籍，譬如讲要输入汉字，想讲拢用波波么，无啥物仓颉，啥物注音，啥物有啥物，免，迄拢免咱即摆要输入台语呢，直接就用即套你要输入汉字嘛会使，要输入白话字咱教会即个白话字教会罗马字，也是讲教育部迄套罗马拢会使，即套拢甲你解决掉，佫真利便话来讲。拄学台语罗马字拼音呢，袂介准，声调也袂介准，嘛无要紧。拄则嘛有介绍，你都拢毋免拍声调，伊自动，你拍台湾，伊就自然会走出来啦。所以介利便啦。毋知会知打问号也可以。嘿，对，真济。所以咱等下呢，即个 workshop 咱尽量互动的各有啥问题你若有载电脑来，会当随试，若试了有问题嘛当随问咱今仔真欢喜咧。林总长老呢要来介绍即个软体，当然，佫较重要就是有上新的功能就是 Ruby 汉德 Ruby， 这佫新的功能咱拄则讲还是进前的，若是第一届去接到即个输入法的人，可能有需要。若是佫较进阶呢，进前已经用过迄个输入法的，即摆要讲的是即个汉德 Ruby 的输入法。啥物是 Ruby 呢？即等下咱林总长老来嘛甲各位小解咱即摆用普话声来热烈来欢迎咱林总长老。多谢请教授的向你详细介绍日日底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天啊，有加油。无要紧。这个太阳花运动我足感动的，我伫美国看者是足感动的。伊讲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咱家己的母语呢，嘛是爱家己救，敢毋是？所以我一直都有即个。抱即个愿望啦所以我伫即个台语文的工具，尤其书字法方面足会精神啦我感觉讲，即摆电脑的时代，电脑的书字法嘛无的时阵，迄个语言会消失，搁较紧啦这有电脑的时代，即个书字法嘛有。讲即个语言佫救袂活起来，恁家己也有责任啦，因为我本身就是讲尽量去做即个工具，才有大家用所以即个其实这是阮一个团队在做起来，毋是我个人啦我以后佫开钱，总共开57万台票，请人写软体即拢大家无款起来是因为信望来迄个。做主体来发动所以，新望来网站有真侪工具有利用的请举手。哇，这我最感谢。好，咱方面是讲讲海语的妈妈入来，因为国姓来真欢喜的。恁讲台语，佫有来即个新闻的书字网站，伊主要有入口无共啦你若要看教会地位字，就为面顶即个教会罗马字写去；若要为台路教会部的台路为写去。入去了，所有拢会改迄个台路你读啦圣经啦，所以像遐文章写拢改台路这有青年做执事是台路的背景
啊，所以来恁问我讲，啊，恁姓黄是啊，咱叫拢白话字，我知拢袂啊。我讲你一问就唔对问啦。啊，一个过来，我欢喜啊，讲啊，我以后我要输的无问题啊。吼，入了伊就会真好势。啊，所以阮咧做的时候，我拢有考虑大家的需要啦。上下到即个图形，就是早期无Unicode的时阵，啊，迄个咱的条幅拢会乱码。啊，咱遮无啊，啊，所以这是算历史的记录啦吼，无法提掉啦吼。这是咱台语咱嘛为图形开始的吼，所以咱我较习惯为即个大部分拢会晓白话字啦吼，敢有讲一定要教落的。其实教落干那为白话字改10%变做伊的路吼，是啊，真有人遐感觉讲，啊，所以伊系统拢共款，所以即个输入法呢，你要用两种的输入拢会使，随在你就对啦，爱出来结果你家己来去决定啦吼。啊，有安装的请举手，已经安装你使用的。OK， 啊，差不多嘛，大家拢差不多。啊，过来就是讲，请你即马甲我讲你拄着的困难，安尼来解说较好。咱莫浪费时间咯，因为今日女儿爱用足些时间来解说的。哦，恁拄着有啥物困难？请举手。所以迄个校材伫遮嘛吼。哦，恁上来后，就是随时会当摕出来吼。所以即个输入法，吼啊，电脑即摆有大部分新的拢64位元啦吼，因为大家拢愈来愈用速一种嘛吼。啊，以前32个时就是敢若高速公路一条线尔吼，啊，即摆即个64位元就是有2条线、3条线，你同时会当做出一个工作啦吼。啊，有英文的版本，啊嘛有 Mac 的版本吼。Mac 我一直有 update 啦吼，就新的出来了后，拢有咧 update 的。啊，即个下骹有汉罗说明书，请大家就认真来读，有哪咧读真少来读吼。这宝贝拢伫内底啦吼。啊，即个自定书库嘛伫内底，所以你若下载了后，去个电脑，即个自定书库，即个输入法上重的功能就是自定书库。有利用的请举手，自定书库。哦，我来无，较好笑的吼，即个补赔的用法吼。我遮你拍的时吼，我讲咱现在紧去办一个啊，甲波波好挑战的吼，来拍拼看卖，我遮难紧咯。你一定赢伊啦，你若会晓自定书啊，一定赢伊。波波限这条题啊，无就是无啊。啊，你无字个咱加落，啊伊搁一字拍，啊咱即摆是当规个书库拍落啊。就到位，你用个主导文，你拍3个主导文，啊后壁规个主导文拢出来啊，免一字一字拍。啊，这考学书爱考这呢，啊伊讲你咧当拍主导文就出来，所以即个主导文爱用笔写。吼，啊所以因为我有即个较紧的工具，啊所以这我讲，伫迄个中山医业大学台语的伫教我遐教3年的时阵吼，迄老师嘛拢骂我。你拢创咩主动诶？当华语转台语啊，我考试要怎考？我讲迄你诶代志。哦，咱欢迎肖牧师吼，肖美琴日本诶爸爸为美国转来吼。肖牧师来，咱个小奖一下。感谢你过来找我咯。这个收摊，要感谢啊！我连路讲连路等啦，有等毋是无等啦。嘛，你以前拢写头前，伊拢知啊，伊拢用甲真好势啊。伊只要是讲要听鲁面尔。OK， 是了，我即个年纪，即摆我拄在讲到对，我家己记起。甲讲即个输入法自动即个嘛吼，自动输库，就是讲你个人定定你用诶。哦，你会使讲恁家诶地址，你定来拍来共讲，你会讲要创一个，这是用地址体系嘛吼，地址就出来啊，免一字一字都要拍。哦，伊比我记我的密码，拢用迄个什么密码，拢用记啊。用手你拍落时，你就知影就走出来了哦。啊，这拄则迄个录影的实在的鼓励是遮。哦，啊，我拄则有download落来吼，你啊看内底物件。哦，这顶下无坏吼，像绘文咧签字伫遮，我就做无咩咯。你这用旧的迄个，你花吼白话字的原貌的时，你
TOA 大先会伫 O 面顶。这个有法度用一个吼自动校对，就是较早古板的吼，甲单位全部来改做示范的，甲示范的时间。对啊，你著可能开一课下。我想这毋是介困难。哦，我念也讲老师甲我讲，迄叫 replace。这 replace 我主要就是 make， 甲你 next 已经推出来安怎创。即马Office 迄款的Microsoft 我要找。哦，阮即摆就是讲去创规本圣经，换电脑了后，伊人者伊嘛无迄语言，就带你迄个画的所在，伊就甲改做 calibri， 足困扰的。阮就写一个软体，去甲所有 calibri 的改做转来台语语法，用即个方法。你若反正我以后可能国台南较济咯，咱总是机会的。我简单介绍，消防署即摆阮有即种专门台语圣经协会，伊伫领导啦，领导咱这边甲下问话大家圣经改做台语，现代台语拢甲伊update啦阮创一个协会，会甲台南市人伊合作，所以我以后伫台南市甲较济，感谢主就讲，我一个朋友是平时天的是第二个落水隔壁，所以我做做变很好咧。OK， 咱拄只迄个免用即个下载落来先，你甲看内底内底说明书以外有一个叫台语有所，即个就是书库。我这个书库，这自定书库，我提供互大家参考的是2012年2年前的啦因为这书库这是林准了，是一个例互你用。以后你建立你家己的，你若有法度对特别是足摕的时阵，你会当设计搁较紧的。来迄种标路92岁，我也教即套了后，伊即摆伊的自动自定书库比我较好，开了，伊创一个网站，足侪人咧看，咱种搭卡足侪人咧看，伊拢是家己咧创的92岁当然，伊就是阮共教的，所以我啥物物件拢会足紧，就是会当即甲教，我伊嘛甲我指导足侪啦所以即个书库你拍开了后，我讲要怎增加伫即个密印的下骹，拢会当增加伫这面顶，迄是指令，你袂使叫叮当落，你规个就乱去是讲即马迄个，你讲啥？迄个讲台语，敢若也袂落个蒋台武啦咱只蒋台武毋着字啦4个字用字代替啦台 T 嘛有条的有是 U 嘛，咱即摆咱用一个字拍先，甲蒋台武拍去OK， 来蒋是字我这4个字拢用，用字代替会较紧的，我还佫第二条蒋嘛台有条的有嘛，这是第二足少用的。较常用自动写喺面顶这恁知影嘛？做你较常用，你爱记，所以以后会足方便蒋台武你只要拍好了后，甲存起来 ，OK。小等下存档，伊迄种自动存。我是乌鸦推的，毋是遮歹势，爱为即个遮来增加走啦，我遮甲 copy 者，创开。即个是说明书内底，你无继续再爱用的话，你一定爱利用你即个真正去拍迄个自动即个书库内底OK， 遮，咱装好了有即个嘛即个设定足重要设定即个有一个文台语甲客语太较紧我确定意见。你这样咱创台语即个客语你会使选客语我这客语的词我拢甲创去台语，所以我这台语客语同时用一个就当拍这一个，所以你若了解足济，你就会足变起来，拢下你的 personalize 下你内容啦你是甲用迄指定词库内底你若客语用迄指定词库。对意思就是好变因为这你若要加一个功能就是
台语去混合使用。我知。这问哪来哦？这袂人了不清楚哦，你甲打下者哦，所以一定爱伫即个你的书字源内底思过介绍好了吼。就即摆吼啊，上台舞伫遮嘛吼，是。啊，所以咱只要去拍上台舞的时候，咱直接拍较紧啦。上台舞吼，有无？第一个字啊。讲台语无？上台语，哦，你等下教，哦，你讲哦，会啊，会啊，会啊，操啊！就是遐简单嘿。所以我只要你讲相连的地址点来，我来用哦，你把相连地址也甲伊组织得出来哦。啊，迄个啊，新增地址遮，嘿啊，甲你要拍的时阵，就拢会足紧的。OK， 到这有啥问题无？因为即个网络即摆 capacity 拢解决拢无问题，是足大个对。所以其实咱会使，你甲替你的思考，当然迄个已经原来思考会使合啦，哦，啊，但是合者就是讲，我一直咧接触嘛，接切到我用的人无讲介绍啦，我安尼写的哦。啊，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啊，足济人讲我转去埃及，伊做奴隶了，饭我食，大人我想要转去啊！所以你播奴隶做遐久啊，你跳出来啊！啊，未来啊，我叫倒转去啊！这我感觉一直。那会使佮加一个迄个台语去混合的吼，啊，另外佮加一个迄个我拍台语的走起。譬如我拍头家爱你走跳架。我的意思就是讲，遐简单讲，你是个，大家普遍啊，再来创个走啊，迄嘛是还佫请迄个工程师过来写啊，哦。所以拜托大家甲即个福音报，大家知啊遐好用的物件。啊，搁一个上好的，咱年纪的人哦，你的老花眼，你报较安怎显示窗就遐尼细，啊，咱的显示窗你有感觉我显示窗足大个无？迄拢会当设定啊，伫设定内底。下骹有一个叫做这个显示窗自行车，吼，哦，你要选标牌字足水的啊，你看我标牌字足水啊，袂晓什么叉叉啊，哦，啊，你这我要标出来知，啊，要大细拢会使，上大到70字啊。所以弱势的人要来用这个牌子，要有法度啊。哦，这真侪人无伫用，无错面出拢无伫看，啊，这就是咱上大的功能啊。因为我伫写这时，我知影我的老花，哦，讲起来这嘛是我 personalize 哦。经验啊咧做咧，啊人伊就是真来写哦，这拢加出来功能嘛，哦，咱遮改300人你看下了。OK， 成功大学，哦，对，成功大学，哦，拄则哎呦，你看迄个成功大学，你看显示窗遐大了嘛？哦，啊，这看起来足水嘛，敢毋是？你会使选你要爱的字型啊，哎。OK， 啊，这个，啊，佫一个新的功能吼，你白话字嘛有迄个功能，就是讲，你只要你要拍白话字的时吼，后壁嘛吼，因为成功大学管的名字你要大写时，所以你第一字爱记大写成功大学，无？哦。成功大学，我有第2，我指定身份的哦，成功大学。哦，啊，即马新的，恁若有伊直直拢加 update 吼，所以你加打成功大学嘛有效呢，有无？共款有效啊。所以即个本来的缩写的拢是汉字尔，新的版本我一直去改着，因为拍白话字的人愈来愈少嘛。尤其我伫拍的时候，我哇，拄着迄一字一字拍下来哇，所以我就甲创安尼。啊，就是讲成功大学嘛，你个白话字嘛有手写的功能啦，你拍第一字的功能。OK， 有问题无哈？啊无啊。我可以不着迄个阮会中公司以迄个建议的情况，你讲等候较侪人用，啊其实哦，若真正讲你客户佫用落去的哦，两项夹起愈侪人用。等下讲，这个用台湾话用了，我拢这是我海外，
内外拢伫走哦，我有试过啦吼。因为咱嘛优先顺序，我的时间嘛有限啦吼。我来看讲退较重要内底哦，拜托大家来推哦，啊话啊用了效果啊紧用，啊我广告话嘛，搁倒转去尤其话台语文的教授足济嘛，还搁伫播啊。伊的文章拍来，我就知伊是用这也是用播啊。伊迄个选举用唔对，这就直接看就知啊。咱后抓中心来办一个迄个输入法比赛。对啦，我一直在推广啦，啊，咱就广播社做来办啦。对，啊，你讲你是广播社，恁啊恁会社是美国转来敢是？囡仔吧。啊？囡仔吧。咁其他人拜礼拜啊。OK，我记得。OK，电视你写到未？我写足济啊，啊看啦嘛，无我介绍啊。因为即摆媒体太济，啊华语太强，所以我你讲咱家己无比家己无救吼，要叫人家己救无遐简单咯。我一个人嘛，零有限啦，我是尽量讲我做会到的要做安尼啦。即摆有足济功能，我倒转来北中就交啊，时间点来讲了，啊足济功能拢会直接开发出来。所以咱大有用才有问题嘛，啊到遮咩？用到遮拢无问题。啊，无咱来先讲路比啊。好，来，再过来。哦，啊，我本来爱讲即个输入法3个阶段，第一个是一支一支啦吼，即摆一支一支拍的时阵，就是讲你所有的调和大项拢爱拍，吼，双弦，吼 ，SENG， 啊，你拍 SING 带落嘛，会使共款出来拢共款啦吼，就这一支一支拍。啊！你即个弦你毋知第几条的时阵，即个 SENG 弦啊，啊第几条你毋知你套问号啊，伊会甲你讲啊。哦，而且所有的弦拢会出来有你选，你就去选哦。啊，弦第2嘛对，啊你就知影哦第5条。哦，这输入法嘛是白话字的学习功夫啦。哦，啊你袂使一个开始就会问伊哦，你毋知，你定爱读几个啊？哦。就讲挂的时阵，啊，你到你挂，你就知影字尔，字会足济出来啦。挂字优，啊，后壁毋知写的，你就拍一个问号，哦，所有这符啊、字啊，逐项出来哦，啊，伊这7个哦 ，GO A， 啊，这符啊来 GO， 啊，调和较好势。GO A 问号，哦，伊就出来吼，我的我，即个我第7，哦，你就知影迄个我第2条。啊，过来2字的拄条小介绍2字，你就是写用伊的迄个直直连落，免声调，免写的吼，先讲大学，千万太上做会看。啊！你要后壁的时哦，先哦，你就起息的，你就后壁罗马字出来。哦，这个我定是安尼。啊，其他的显示窗拢甲功能拢相像。啊，过来3字以上的，哦，3字以上的就是选第2啦吼，台南市哦。台南市 TLC， 啊若教育部带落是 CHH 啦吼，啊所以伊会足济哦，台南市你啊拍 CHH 啦，台南市第8嘛吼，啊你若家己去知影讲，因为 CH 足济，你啊拍2个 CH 足好字的加一个嘛，拢用字啦 XY 字去代替啦吼，你会知影你家己去设定啦。啊 ，CHH 的时用 C 代替啦，你就免拍 CHH， 爱拍3字啊，哦，所以只爱家己去变起来，哦，你家己的吼，啊有一天你有发现讲遮好诶，则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哦，啊所以大家有诶物件拢爱摕出来吼，甲我共款哦，我介绍大家我这输入法的啦吼 ，OK， 我即摆已经进甲2字、3字甚至4字吼，拢要安尼拍。哦，就讲拍上帝 ST 嘛，哦上帝，哦，耶稣 IS 耶稣，啊，对，迄自动输入来应付啊，你拢知影诶，你去试看卖无早为假啦，你莫讲大家想讲家己拢要假无需要，你去拍
拍无的时早要加，安尼你就会较会了遐济时间。啊，甚至我遮咧拍吼，迄个大梯已经来了，即中大地车即大家会使用大就是拍一个梯，哦，安尼愈来愈紧就对啦，遮。啊，你免烦恼讲会晓一个算免怎，你定定拍伊走来头前嘛，啊，所以愈来愈紧啦。好，无问题要进入来，我想看这内底要有啥物啊？其实这个女味吼，为啥来啊？迄当时迄个国中甲迄个谢农体老丁吼，就伫讲，咱上个脚你有看有无？要拍女味，吼，就上个脚遮，要拍女味，遮已经就有啊，吼，伊女味有两种，一种是挂弧后壁。女味就是注音啦，哦，甲咱挂迄个风宝石、挂手指甲、挂面顶有日文的较内注音嘛是叫做女味，嘛叫女味啦吼。啊，咱台湾毋知怎讲，我毋知吼。这是为遮开始讲有这女味，世界上大家拢安尼讲啦。啊，女味就毋知要怎翻，啊，咱就用女味，吼，大家较知影。啊，伊叫你拍，目前伊有分两种嘛，对，一种是挂弧的。挂弧的直接要拍拢无问题啊！哦，你拍嘛直接拢会出来，咱会试看卖哦。但你要拍这个时阵到遮，要拍这个，哦，一定开始default是这个简单的，哦，啊，你甲确定了，这可能就爱这无制定师傅哦，是来拍的，好，伊就自动后壁会挂弧，哦，这个叫做上简单的女味。你若甲要拍挂弧，用这个，你爱去会记你教遐，啊，你拍是每一字拍出来，汉字后壁拢会挂弧注音啦，哦，啊，当然因为话啦，像即款的注音哦，感觉上话来讲，我女味面顶啊上地太，你较无礼貌用小写，我讲这是你注音啦，互你参考读音啦吼，啊，你若个 S 倒对的时阵，抑搁较空间啊，搁较大，较歹看，所以女味的原则，阮是拢干那拍。一般无大小写，无分这个大小写啦。这个简单恁就会使用啊，吼，这毋免讲啊，就是报咱大家知影讲，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啊，这个吼，伊要下骹搁一个，伊这互你选代表汉。变做迄个环境的迄个。后面关键就我遮你要讲第二种，哦，我即就讲伊遮嘛有啊，排版这个第一。是代表汉字，汉字伫遮嘛，啊，第四代表罗马字伫遮。因为我拢用我家己方法，我即个是为遮的 idea 出来开发我迄个规本圣经会当一摆转，毋是一字字来啦吼。代表罗马字，罗马字 OK， 使用 OK 预设版即个款，这预设版使用无即个哦，啊，你要使用 HTML， 就是经过网络的即个。哦，你若拍了了，你看伊有足长条，即个，所以你选即个确定了落去拍，咱试看卖有。OK， 好，伊这就是女味的版本。即个是网络的语言，你要去网络语言面顶选，哦，所以咱来看哦，所以台语新闻啊，有时间会读册。我有请大家老要需要，家己去先登录，毋知有人登录。台语新闻的工具拢下伫中啦吼，恁有时间拢会当去试看卖，去望看卖吼，照数个。只有一个叫做，即个转码，就是讲你拍数字条来，才会甲你转做迄个条。只有叫女味。线顶形成的工具，你女味你爱来写形成，好，来写，啊你甲 copy， 你甲迄个拄则迄个拍即个，你规篇文章拍了，规篇倒来啦吼，哦，啊伊就了 submit， 啊伊迄上帝就走去你面顶啊，迄个女味就走去面顶。有无？上帝。啊，这一个问题就是讲，罗马字较长，
吼，你为着要，当然你若发是讲汉字歪空格无要紧啦。啊，这类型就是讲汉字甲面顶的迄个图案是，敢若袂齐啦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你伫拍的时阵，我拄一无毋知写个字。Microsoft IE 我本来拢足坏吼，啊发现着3种内底，即马是 IE 的字形上，啊无咱来试写看看伊的字形。OK， 同款入去台语新闻。他出的电脑，我伫台语 OL 吼，因为我以前美国有一个主机啦，以前就是1996年，迄个选李登辉选总统的时候，啊叫我飞船向台湾换，啊，迄当时美国一个人吼，伊讲哇，你新闻还遐济资料来，飞船弹落来无伊，咱就是因为迄本来无。啊，所以伊自动免费提供一个迄个主机互阮扛啦。啊，所以为美国去，为台湾去，吼、啊，迄早期的时阵爱分，即摆拢免啦，即摆已经进步甲你伫美国就讲伊自动会去用迄个就对啦。吼、用欧洲，即摆欧洲嘛有，香港嘛有，甲北京嘛有啦吼，就是啊，花莲嘛有，因为只要你用影音的人愈来愈济，啊，所以就是讲。有即个需要吼，后来咱共款入去内底吼，啊，即个工具，形式。啊，我这边去了，对。无啦，即摆要点即个รูป形式，学出来 OK。哦，你甲 copy 这只，拄则迄个 copy， 我想小可这拄则是。是爱迄个 HTML， 我无必要创起，我紧，咱来直接用这只了，到时再来，反正3种拢会使啦。伫即个所在，你甲这上帝吼，中央甲砍一格，吼，上帝一格吼，袂使2格吼，砍一格了后，啊你上帝出来，哦，就较好看有无？上帝即个较对齐啦，两边较对齐啊。哦，你我下你会当创着，就是较长的。我即摆发现就是讲用 IE 落，哦，啊，这拢会小可看卖看伊即个迄个字形。啊，过来就是讲你要内底要改毋对啊，使要改吼，会当伫即个其实莫讲伊个波本来就有一个总有无？即个就是互你注音符号的啊。啊，注意哪，咱即摆你若讲上帝毋对的时吼，你会使来遮改啊。结果伊即摆已经台语 Unicode 啊，所以 Firefox 嘛改本来头毋知出来啥物事情，足歹看的吼。啊，即摆改伊会自动，咱用写的，伊会找台语 Unicode 出来。所以即个伫遮会使改，吼啊。即甲改波共款，波敢有人伫用即个啊？咱在座敢有人伫用？注音符号先会使用安尼去做，爱一字一字做就对了。啊，你若2字爱记讲改主词，一字的时阵敢若1字尔。啊，大细嘛会使改，吼，即个秀莲这你问我讲，迄个标题你要创较大的时阵吼，即个所在你改14。
吼，10四有较大的时阵，你有感觉会夹条地，还是你感觉会使，就像安尼去，吼。啊，一般就是讲，哦，你排几啊抓了，会因为行高的问题，哦，你排半两人知影要怎去调行高嘛，吼，啊，甲调节就会使。所以即摆即个就是敢毋该14次来看来看无啥。较悬。我14啊，咱甲改角度看下。所以咱愈越编几水啊，咱靠即个握着面顶的即个，有无角度？啊？敢若有，敢若啊？恁来把手教我看下。有啊，一定啊highlight起来了后，啊去补，啊这2字以上爱主持。OK， 好，安尼差不多。因为你即样看夹条地嘛吼，夹条地是即个段落内底，你自动行高，即个甲调较悬的，伊就会固定行高了，伊14尔嘛，14，然后可能拢创到2倍。就你看你的需要哦。我面顶的迄个标是无变，吼，这咱去试啦，我嘛是有咱去试出来。我你排版拢会用到这嘛吼。哦，调好出来哦，所以就大家去有哪去调你的需要的。所以我这来试一个规篇文章的啦吼，这是字拍吼，你规篇文章会当迄个，主要就是为汉罗，咱主要汉字面顶要加注音符号嘛吼，加罗马字嘛，所以你用汉罗的文章，啊伊所有的汉字面顶就拢会甲你加。从我这样来选一篇迄个，选一篇较短的圣经啦，迄个罗德记较短的。OK， 这已经有去啊，我选汉了的。我即摆迄个信网啊，已经会当录几篇啊，我来看迄个产生Word，啊汉罗版哦，38本汉罗版哦，这会当几篇罗德记。这上底吼，这个密码啦吼，恁来参加阮的工作是我的密码互你用，啊，迄个斗做工课的密码互你，你就当享受这迄个。这个，OK， 这就是罗德记的所有汉罗的，你若 copy 去。拄食迄个，这是咱讲嘛吼。啊，我叫大家下载内底有一个迄个语义形成的工具吼。语义形成。我叫咱大家下载先，内底有一个，伊有华语转，汉俄转俄，啊有华语转台语吼，恁华语的文章用即个来转过吼，啊转无过你搁加落书库内底加落就有啦，吼，啊这 CDS 就是讲你规篇的文章，你若罗马字的拢数字调好，会当你来规篇改做迄个Unicode的调号。啊，咱即马是即个叫做台
去 Ruby 的 BAT 这个哦。OK， 啊，你甲面顶台语先甲打落。OK。我这是在走安尼用了，真接这去了，规个迄个画面咯。所以是即上会到尾那个走去面顶，安尼创较细，而且吼创较细了，伊这下到一个转播转换，你甲试落，哦，伊就开始转换。你规本圣经可能来转7、8点钟，所以你要困进前甲试落，天亮再起来就转到。后来。OK， 会不会来 ？OK， 哦，所以所有的汉字后壁拢有这个网络的文字 HTML， 哦，啊，你甲这个 copy 起来，去迄个网络的形成呀。我这就讲这个网络形成这个。这几篇的文章诶，好好，可能出问题啊。照片有点，搞掉。这个抄底下来，装模。咱来试下伊看啊。我较习惯他以为转的时候，了这就做一下，做哦，这几篇那个产品，哦，出来哦，不只要进来，啊，但是切根长哦，我那是。咱早下你用 Ctrl+A 就是全显哦。啊无你要全显照下下骹，哪个来倒？你做图片的时，你要学会快速键 ，Ctrl+A 全显 ，Ctrl+C 就是 copy 哦 ，copy 来咱个 Word 内底。视频哦，干那做只教啊，加几点钟了，再叫你甲 copy 落咯，我来几点钟，这个量是足大哦。啊，所以若有这个工具，你会当做足大量的工具啊。所以伊拢是爱去网络电脑转转那个。对，这靠 HTML。哦，袂当直接用我的理解。嘛有可能有一天唔知安怎创，遐人那个去。目前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啊，Ctrl+C 全写啊，Ctrl copy。哦，我唔知这已经好啊。接过来就是讲，伊落来的这个，拢会走这个出来，这个叫 delete 掉。啊，伊的字拢够吼，拢够。啊，这个 Ctrl Home 就走去上顶哦。够的时配起来无讲介好看，所以我目前我发现讲所有的甲改做10。哦，10，安尼就配甲真好势。啊，其实这面顶的 Ruby 是个9尔，因为我若要创10的时，迄个会足占空间的就出来，所以安尼头结果试大家读看卖，安尼会读去，所以我头念一啦吼。啊，所以这个所在安尼，啊开始你就会爱去编辑啊，吼，啊，即摆你甲看。你这每字的中间拢夹条的有无？这是 Ruby 的转换日顶就是会晓安尼尔哦。啊，我有叫大家download内底迄个辅助工具内底，我有叫人写，但是迄一定爱变才会用字吼。写就是讲，甲汉字甲汉字的中间
space， 哦，伊离米咧专家伊是当会创 space， 你若无你就向人讲就对啦。这样让一家身哦，起来才会好看。哦，这个物件，我即马要用工具的时候，我小大家看，应存心。这个我拢爱用 HTML， 所有拢用 HTML 的工具，去甲转做有即个 XML 的工具，迄个档案，哦，咱这个处理。这软件，这个 HTML 吼，你固定爱存起迄个。即摆我等于 Mac 用嘛，我则是 Windows 面顶嘛吼。我去 Mac 内底，就是讲你爱有一个共通的路径，哦，我是伫即个所在，这内底有一个 XML。OK， 这样子。伊这有需要转接者迄个物件。第一，人有感觉讲，我背的时我要直直读过先，哦，背的时爱较大字，哦，有人讲，汉字讲参考汉字较浅就好，干嘛罗马字爱较深的色，哦，所以我即摆这做一解创啦吼，这个了后，你再看卖这个罗马字足细嘛吼。咱罗马字甲去下办一个啊，哦，所以即摆经过迄个工具去处理了后，伊就会看起来足水啊！我还未解释哦，先解释，解释甲创造甲解释路径 ，OK， 先解先改，因为迄个你甲全选了。本来有人讲要创2色，2色足歹看，去出版过彩色的印刷足贵的哦。所以结果即摆就是讲汉字较浅一撮，卖遐。你要解释的甚至迄个有影嘛，迄个这个说什么？解释哦，伊这是乌嘛哦，全乌，我这是减5%，哦，互伊较浅的，袂讲足明显。即摆要你改啊，伊规个要你乱。OK， 互伊改落后，所以伊即摆色是较5%较浅，5%哦，安尼内换较袂讲遐歹看，哦，所以我即摆甲存落先记平同时做，我叫大家download就是用伊的辅助工具哦，内底会当做足侪代志。第一解释啦吼，一个卡啦 ，space， 哦，对，叫一个卡啦，转色的，哦，已经网络面顶恁download来就这个功能啊，哦，这000就是上乌，我甲设定讲所有的罗马字，鲁语罗马字也是普通罗马字，拢创上乌的。哦，你写个 file， 记个 file 甲吹出来。file 我是放伫迄个 XML， 对吧？而且有效自动，我定个地方所以自动会出来rod伫遐嘛，你 open， 哦，甲 proceed，OK， 请讲啊，这篇文章内底所有的汉字。拢会敢若95%乌尔，所有罗马字拢上乌，哦，这第一个，这个算好啊。过来就是讲要 add space， 哦，毋是先方面，先罗马字甲改14，咱拄只汉字10尔嘛吼，这罗马字改14，哦，这拢规个拢工具去创哦 ，add space， 有一个叫做 font。
封面就是这样，封面这个哦，共款爱去找迄个 OK， 就第一只你就爱选已经解析的哦，解析的解。这个落了后，伊所有的迄个罗马字拢变10字，安尼平起平顺。我网络面顶有问啦，请教讲你要10字较好还是10字较好？啊，人讲愈大愈好，啊，恁大家讲比汉字较大嘛，较歹看啦吼。啊，结果决定是10字啦吼。OK， 啊，最后来加 space， 汉字中间还有 space。OK， 同款来选迄个 file。OK， 哦，即摆已经有换色的，啊有换迄个字形的大小，哦，爱选即个file 来转的。哦，你足紧啊，因为较细，当然大嘛足慢。所以即摆即个文章，咱来看就无共啊。OK， 咱来开。咱转的拄只路顶有解析，啊有放大字形，啊佫有加 space， 选即个 ，OK， 有无？汉字甲汉字中间拢有让价啊，哦，啊你看罗马字足大字无？这拢是自动改的，啊这个咱会感觉讲，咦，感觉差不多要共色嘛。啊，其实你来用迄个上大的来放大来哦，来看的时阵，看出来伊咧色的无共。有无？面顶的罗马字比汉字会较深色，啊，这较明显啦，面顶的这，啊，你印出来时就是安尼，啊，成本袂增加，啊，迄个。咱要读罗马字的人，你看这读罗马字拢出大字的，一定大基本家人感觉讲罗马字拢矮半字，你用汉罗你去拍起来，拢感觉罗马字足细字嘛。哦，用这个方法会当甲提升罗马字的迄个地。OK， 可能跳滚一个啊，大家啦操作看卖有问题再来讨论。这一定要 make 对。毋是每个上网，一定每个照我做这个功能，因为要写这个功能较简单，这拢免钱甲我写，迄楼顶写迄个汉那个出是我迄个，因为伊伫美国食头路，我有甲帮忙。无 make 的我做，目前，目前你看要，这个是优待优势 IU。哦，是嘞。啊，即马你改。优待是由北京语翻过来。啊，即马是原文是优待。我这专门台语现今是制作家，咱历史调查家。你若11月初来，耶稣无叫耶稣啊，人们是耶稣啊。哦，耶稣。所以到即摆你看耶稣是耶稣啊。你用原来啊？对咧，爱照原来人的名。我林准了，你就使甲叫林俊义啊，我袂甲你认。哦对，历史就像啦。哦，这叫正名运动，这是。哦，这环节你就变成来参加来参与啦。哎，这个电影到啥个有3、4千个，我拢改，拢扩